还有诗会，好有。紫色，紫色。黄色，黄色，黄色大声一点点，黄色，黄色，好。蓝色，蓝色，蓝色。Test，OK。红色，红色。黑色，黑色，黑色，黑色。
请下这大家平安。会前的大考验啦吼，前礼拜是是啥物团结为咱献诗，敢会记的？吼，咱今仔是麻辣哦，升级到麻辣啦吼。好，感谢咱的少年甲青年伫因读册的时阵吼，有即个心来服侍，咱嘛继续关心咱的少年团结，甲咱的麻辣团契，吼。好，咱即时来做一个会前的祈祷。请主耶稣，感谢你伫即个早起时，你带了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，来敬拜你。求主你安静阮的心，伫即个礼拜中，阮会当甲你有好的结连。求主你即时甲阮同在，也求主你看顾规个礼拜定事拢顺遂。求主你的灵甲阮同在，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看到恁，吼，安那有一粒较无的心要来见咱的主，吼，伫主日大家要来敬拜上帝，吼。好，咱这要做礼拜进前呢，咱大声来练咱今仔日所要唱的诗歌。今仔日所要唱的诗歌，吼，有拢真简单、真俗的，吼。着向上帝来唱新歌，231首，吼。着向上帝来唱新歌。已行奇妙满满，上帝圣手施行拯救，互人知通承受。咱唱2节就好吼，因为这是足熟的歌。来，就向上帝来唱新歌，已行奇妙。这首诗歌其实伫以前古圣诗内底嘛有吼，我感觉敢若无讲介熟嘛。好，咱开声来唱这首歌好无？过来唱2遍，第1节、第2节，来，搁对头啊，来，就向上帝来唱新歌，是奇妙满满，上帝圣手施行拯救，互人知通承受。第2节，咱每晚的目睭前，显明已经。献开572首，572有72哈，572首，心目五子坚固，这首嘛是真俗，所以咱嘛来唱2节就好。好来，心目五子。坚固就是小罪耶稣，求主上帝，求。
心心能照，是阮予我勇强，赞我心间。伊有替我受心，我愿深深听你。这些顺转心志，哪会违背？心目主坚固，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要安怎来对主的心的坚固？吼，咱提醒咱是爱明白上帝，因为伊有大疼痛，吼。因为咱即马伫大节期，咱特别迎接咱的主耶稣为咱定死，搁活即个时间，咱搁较来想咱的主耶稣为着咱钉伫十架顶吼，所以咱爱时常毋若讲读圣经、灵修、祈祷，咱心是安怎会当持守对上帝听吼，对上帝有即个信心吼，就是咱主耶稣有放永远活的望伫咱的顶面吼。咱来看咱的若有迄个提醒诗的吼，我遐敢若嘛有拍伫迄个正平求主伫主之意，不是那个有打一个那个祷告词，下面看看。无要紧，若无无要紧，嘿，安尼来咱来看咱的圣诗正平，求合伫主之意的吼。若有圣诗，咱会当同齐来读来。主啊，求你赞我，为明白有值得知的，为爱有值得爱的，为称赞互你上欢喜的，我看重你看做宝贝的。为厌恶袂互你欢喜的，搁较要紧的，就是求你赞我，继续无停来找求合伫你美好的旨意的，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吼，这会使小可帮助咱吼，伫咱的信仰顶面吼，会当搁较坚定。好，请咱来掀开405首，405首。主上帝，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。咱早起时的时阵，伫主的面头前，咱吼拢爱做一个祈祷吼。无论伫倒位，好来，主上帝早起时，你会听我。其实我要对你把爱的我的祈祷，望你我要记你的圣殿，想念你极大的恩主，我心间。好，请咱安静心来做咱今日礼拜。
看兄弟和好三角徛起，是河顶的好，河顶的安乐。安尼，恁要阁做外面架骹的，是甲遮的圣徒相款，做家内上帝的人。请咱三角做伙来学乐。请咱来吟诗第231首。231首，着向上帝来唱新歌。伊行奇妙满满，上帝圣手施行拯救，互人栽通承受。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上帝来唱新歌，伊行奇妙满满，上帝圣手施行拯救，互人栽通承受。即是咱做伙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7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。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呾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启应，请咱来启应，记伫启应文的第26篇，就是诗篇111篇。启应文26篇，就是诗篇111篇，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。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赐美娘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。
伊的手的所做信实公平，永远袂改变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这时，咱三个仰头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称颂你的名，你是永远创造天地的主，也是阮的牧者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差遣耶稣基督，用伊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。阮感谢圣神，即是伫遮甲阮三角伫地，运行伫咧阮文山教会礼拜堂。主啊，阮意爱你的国降临。阮看见现主时世界逐日有混乱，无论是因为地缘政治的紧张，还是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灾难。恳求你赏赐平安互阮，特别是伫台湾即块土地，面对社会的各种挑战，甲各种经济冲击，恳求你赏赐执政者有智慧，亲像赏赐阮有合一的心，互执政者会当伫即个变动的世界内底，为着阮，为着百姓。会通创造、会当瓦靠的环境，我嘛欢喜意爱同心，做伙为着台湾做伙来拍拼。主，我嘛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互阮通照今仔日格勒太叔所阮教示阮的，恁逐人的重担着互担重担。愿你的旨意会当常常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文山教会真正做一个互相扶持的教会，特别。阮下个月有要去乐山教养院抑月礼拜，求主你陪伴阮逐人的心，互阮毋下当然是去抑月礼拜去郊游，搁较去是要去实践听心，分享主你的恩典。亲爱主，我们求恁赏赐阮逐日的饮食，甲逐日的医治，供应阮日常所需要的，互阮中间既若身体有欠安软正的兄弟。求主你赏赐医治的恩典，互因伫病痛中阁有盼望，阁有即几工天气有当小有当冷，求主你保守时势，保守长辈，互因出入拢会当平安，身体健康。主，阮恳求你赦免阮的罪，赦免阮的自私甲骄傲，假使阮学习圣经所讲的，若是有人无张伫陷落罪。阮属伫你的人，要用温柔的心神归正伊，也着家己管防，行了阮也拄着死。恳求主你来教示阮，互相赦免，也教示阮用疼心来彼此宽免。主啊，阮求主你无互阮拄着试探，救阮脱离凶恶，伫即个诈骗、失过时、假消息满满的世代。求主你来保守阮的心怀意念，互阮无迷失伫咧即个世间的有限，会当学习专心来仰望你。因为国权的荣光拢是你的，现主时，我嘛求你的油抹伫阮的科布斯的头壳顶，互伊今仔日即个工地诚侪一家人的信息，会当刻伫阮的心肝内，互阮毋若听，搁较欢喜去行出来。主，我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即是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圣经，加勒太书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掀开，我来读。第1节，兄弟啊，若有人无张持含落罪过，恁属伫神的人，着用温柔的心神归正伊，也着家己关防，行了恁也拄着试。恁逐人会重担，着相同担，用安尼来尽基督的法。无，也家己掠做有的，是骗家己。逐人着审察家己的所行，就通夸口的在伫本心，无在伫别人。因为逐人要担伊家己的担。学习道理的，着将逐项好物，互假是伊的，三甲有分。无伫家己错误，上帝袂武万敌，因为人所野的是啥物，伊也要受迄号。为着家己的肉体野的，也要对肉体来修成败坏；为着圣神野的，要对圣神来修成永活。咱行好，毋通失志，因为若无志当到期会修成。所以，要有机会，咱着行好伫正人，伫遐会对神诚做一家的人，搁较着第一。圣经读到遮，即是咱来请献诗，咱来请玛纳团契，甲来正台中青团契来献诗。因今日要献的诗是第530首，我所亲爱兄弟姊妹。
讲道今仔日的讲题是诚做一家人，诚做一家人，那请靠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上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会听伫阮中间，互阮结连做伙，互阮享受伫你恩典的内面。这时，阮恳求圣神运行伫阮中间，帮助阮来明白你话语中的旨意，互阮伫阮的生活中成做阮的基础，互阮每一工拢来回应你的听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题目是诚做一家人。那咧，牧师要问恁，共款要问恁一个问题是：你对一家人内底的家人，你的定义是甚物？想一下吼，这个答案有时可能咱想一下真简单，有时佫感觉，到底伊的定义到底是啥？那咧，牧师佫问第二个问题：你对亲情，讲迄个亲情的关系，你是安怎去定义的？我想这两项，敢若有一寡差别伫的，到底是要安怎来分别的？最近我看到有一位牧师，伊所写一个文章内面有一寡内容，我甲做一个整理。这个牧师讲，伊伫信仰的道路顶面呢，伊常常会问家己一个真实的问题，就是讲有一天我若跋倒啊，那呢有些人真正愿意伸手甲我救起来。伊讲其实吼，咱的一生吼，拢会拄着真侪人。咱伫咱人生无共款的阶段的时阵，咱会拄着无共款的人。总是有人会陪你行一段路，有的人会陪你开讲，伫迄段时间内面，有的人会陪你真闹咧欢喜过日子。但是伊讲豆豆仔行，你才会发觉讲，真正会当陪你行真远的人无多。伊讲其实吼，伫伊生活人生的这段路线顶面，伊有发觉一件代志，就是上帝无拍算，互咱家己一个人行信仰的道路。就是讲，上帝伊常常将一寡人放伫咱的生命内面，毋那是讲做伙聚会、做伙做代志，毋是安尼尔尔。其实是会当彼此来陪伴，彼此来听对方，彼此互相扶持等等。这是文章中间的小小一段。那呢，听了这段了后，我想拄则第一个问大家的问题是：你对厝内底的人的定义，甲对这张文章中间你所理解了后，咱是毋是爱去重新思考信仰对咱的意义呢？当加拉太书第6章，咱读到上尾，保罗其实透过加拉太的批信，一直咧甲劝勉因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这个圣洁的生活，实际上毋是讲咱甲人无爱互动、无爱往来。这个圣洁生活嘛，毋是讲咱变作家己孤单一个人尔。这个圣洁生活是保罗爱信徒知影，咱毋是干那按照迄个正做圣的目标，家己一个人行尔，是爱咱知影家己的有限，承认家己的软弱。那呢，无论咱伫社会中，无论咱伫职场中，咱所面对的这生活的规范，拢是要帮助咱。毋那是咧做假的代志尔，是要互家己要求讲，爱成做别人所信任的对象。所以，咱若无有即个认知，咱就无法度伫信仰顶面有好的见证。所以，当咱今仔日所读保罗讲，咱若逐项代志倚靠信心咧行的时阵，咱毋是咧靠着咱的肉体。也是讲，咱守即个律法，那呢，咱会当啊？是讲咱会体贴信神的心意，
无去顺探肉体的情欲。所以保罗要指出的是，咱基督伫十字架顶面所付上的代价，将咱对律法的中间偷放出来。这种的偷放是一个自由，这个自由是真宝贝，同时伊嘛是带来一个责任、要求甲成长。所以咱袂当滥觞用这种自由来，然后去犯罪。所以保罗伫第6章的上尾咧说明，信徒无阁受到律法的捆绑了后，咱有一寡自由的时阵，保罗互咱的勉励，就咧提醒伫这个自由、责任甲疼的平衡的中间，引带咱伫信仰内面更较坚定、更较诚实。这一切的关键拢伫基督。所以伫加拉太书第6章一开始咧讲，若有人含着过失，恁这属灵的人就用温柔的心甲因纠正。这是咧讲什么呢？这是咧说明讲，除了咱人无注意，然后发生的错误以外，上时嘛咧讲，迄个发现的人，伊伫无拄好、无心理准备的中间，去看到这种情形的发生，也就是讲，行为错误的人，毋是故意要犯罪，嘛毋是讲我要去看人的罪，要甲警出来，要去甲找茬，是咧讲到，敢若亲像警察伫路上咧巡逻的时阵，无意间去看到有人犯罪。所以保罗用纠正这字真特别，这个原文的意思有补望甲接骨的意思，也就是讲原本已经破坏掉，也是骨头断去，然后搁甲接起来，互伊好去。所以伊嘛有一种调和的意思。我想保罗用这个，就是咧说明讲，亲像人咧掠鱼。迄个网仔无拄好破去，然后爱甲补起来。所以加拉太书咧甲咱讲，伫第6章第1节说明，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，难免嘛有犯错误的时阵。信徒也是亲像兄弟姊妹一样，应该帮助伊去补迄个网破去的破网，帮助伊将伊的骨头断去，甲伊合起来。所以保罗伊毋是用处罚来对待遐犯罪的人，是用温和的心来劝勉因。所讲的这个温和，就是指一个谦卑、无骄傲的态度。所以咱若看保罗的批信中间，咱会当发现，保罗一方面用真严格的言辞来指责遐伫信仰、伫道德生活中无见证的人；另外一方面，伊阁对待遐犯错误的人，伊亲像一个真慈爱的老母一样。虽然敢若咧咬念，总是伊一再咧劝勉，毋望因会当改变过来，避免因阁犯同款的错误。所以，咱会当看到保罗，伊真用心。我想伫伊的看法内面，认为一个人会犯罪，已经是真悲哀的代志啊！咱若阁用真严格的态度来对待即款的人，伊会阁较痛苦。所以伫经文中间讲，恁爱彼此分担重担。伫第5章13节内底讲，爱用疼心互相服侍，是同款的意思。保罗伫5章13节内面的服侍，是讲最努力，嘛爱正做别人来对待伊。彼此对待，就是彼此服侍，彼此分担重担，是将别人的犯罪所带来迄种真重的责备，你甲扛起来，放伫家己的肩头。那对原文的意思，可能是一种的解释，总是
咱要将别人的重担放伫咱的身躯，这毋是增加搁较大的重担吗？保罗的意思是讲，会增加对方的重担，伫犯错误的人的身躯顶，互伊搁较艰苦。我个犯罪啊，叫别人爱替我担，伊感觉安尼毋是互迄个犯罪人搁较艰苦吗？其实毋是安尼，毋是安尼咧解说。是因为别人伊犯了错误所带来痛苦，保罗要说明的是用疼心来分担，是小小的一部分，嘛会当减轻犯罪人的负担。保罗讲的别人犯罪，毋是你将伊的罪所爱接受的这个处罚，你甲摕起来，毋是，是咱去用疼心。去感受、去看伊，然后无透过指责来对待对方。所以保罗认为，那安尼就是咧成全基督的命令。耶稣基督将咱人的罪派伫家己的身躯顶，钉伫十字架顶死。保罗要说明的是这点，伊是讲耶稣基督有这种彼此分担重担的信仰的态度。其实对咱来讲，这是无简单的代志，因为无简单，所以保罗要求咱先将家己的担担起来，然后知影家己是一个犯罪的人，因为伫上帝面前，无一个人是圣洁的，是清气的。无的确，咱会当讲我无犯罪。但会当讲，我真照着圣经的教示咧过生活，总是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监察咱每一个人，所以咱每一个人其实伫上帝面前拢是罪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保罗一再咧提醒咱，就是耶稣基督所传达的真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伫咱生活中。爱掠上帝做中心。那呢来看，一个人若掠上帝做中心的时阵，咱会当发觉家己伫上帝面前是有限的，确实是一个罪人。保罗阁互咱看到的是，咱人上大的软弱，就是将家己一点仔的成就，然后摕来甲别人相比。保罗讲，安尼就是咧欺骗家己啊！所以圣经互咱一个真重要的认知，就是咱所有的一切，拢是上帝所赏赐的。若毋是上帝恩典，上帝所赏赐的，其实咱啥物拢无。咱亲像咱每一个人，咱的身躯顶，咱的拢有上帝互咱无共款的恩典，无共款的恩赐，无共款的才能。咱就把咱的手拍开，咱5根手指头，咱的指纹，每一个人拢无共款。所以我想，上帝互咱无共款，那呢，咱唔免甲别人来比较。顶礼拜煞下晡有举行一个诗会的训练，以诺长老咧分享，这个诗会训练会当借着 AI。来转化诗会中间咱拄到伫语言顶面的困难，是讲一个数位的这种方式会当帮助咱，然后有说明要安怎把这资料甲放入去，然后要安怎设定这指令，然后要安怎转化，然后会当排版出来，互咱会当使用。你知影，这礼拜我拢咧研究这个，我咧研究这个了后呢。我做了足侪尝试，然后我有一个结论，就是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恩典，无共款的恩赐。我用了，我那个是袂晓用。我做想要输出迄个图片吼，后摆我的迄个广告后壁 PPT 的图片足水的，亲像团队伊咧做遐水，结果我安怎用拢用袂出来，拢足歹。我明白一件代志，我无即个恩赐。但是会当训练袂？所以恁阁互我时间，看我会当真紧就会当学习起来。
我想上帝互咱无共款的恩赐，互咱伫教会中间，咱会当成做一个群体，成做一家人。咱伫无共款的位置，咱会当分工做伙，互教会真顺利的运作。所以我相信，无论咱伫家庭、伫社会、伫职场，也是伫教会，咱所有的遮个能力、知识，也是才能，拢是对上帝遐来的赏赐。嘛，因为信心的引带，互咱会当伫无共款的位置，各司其职，来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。所以我想，当咱愿意回应上帝呼召咱的时阵，咱毋是家己一个人，是有一群人，也是有人会甲咱做伙同行。那亲像我开始咧分享迄个牧师的文章，伊咧讲，继续咧讲的是，因为真正的同行，毋是伫顺利的时阵彼此祝福尔，是伫咱每一个人软弱的时刻。抑阁有人愿意陪你转来到上帝面前。有个人伫你成功的时阵，甲你鼓励；有个人会伫你要迷路的时阵，甲你提醒。伊可能袂讲真侪真好听的话，总是甲你同行的迄个人，伊愿意安静听你讲你心内中间的迄个情节。伊嘛袂真简单讲啊，你就会当逃避，伊颠倒会真温柔咧提醒你，爱你重新回头去看上帝心意。伫咱身躯边，敢有即款的人无？伫你的身躯边，敢有即款的同伴，甲你做伙行无？若有，咱爱真珍惜伊，因为伊毋是要控制你的人生。伊是愿意陪你豆豆啊成熟的人，所以当今仔日的经文，保罗用讲满足家己的情欲，甲信心的欢喜，是咧做一个对比，嘛是咧说明咱生命的上尾结果是无共款的，一个是死亡的结局，一个是永远的活命。所以保罗特别咧提醒加拉太的信徒，特别是专心伫福音事工顶面的同工，爱因知影传福音毋通去期待有真紧就回应，有时会甲咱所期待有真大的差距伫的。所以咱要安怎来明白？其实就是咱努力。伫咱的生命中，伫咱的生活中去验证，时间到啊，伊的结局就会出现。所以当咱人活的时阵，咱袂当停止去传福音的工作。无论迄个结果什么时阵会出现，咱爱把握迄个机会，伫福音的事工顶面，因为咱毋知伫当时，咱会到上尾迄个时间。所以保罗伫加拉太书上尾结论中，伊将这个问题，搁一摆转来到伊批信中上重要的主题，就是守甲礼也无，甲得救无关系。上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救赎的恩典。这是伊寄一张批信，互加拉太教会信徒上重要的目的。所以，咱会当明白，保罗真苦心咧甲因讲的是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这是拯救的记号。甲犹太人因的记号甲礼，完全是两件代志。因为十字架所要表明的出来的是生命的苦难，这种的苦难甲人的罪有一个密切的关系。因为咱人无法度对罪恶中得到讨伐，也因为安尼，才有耶稣基督降生伫人间，为人的罪担了一切苦难。耶稣行上十字架，而且互人钉伫十字架顶。甲礼
保罗一直咧强调的是，伊是身躯顶一个记号尔。人若接受即种的记号，就爱将记号所代表的即种律法的精神，甲表现实践出来。那呢，迄个记号才有意义尔。咱的人生中间无共款的成长的阶段，咱拢会认有一个记号。比如讲，我是倒一间学校毕业的，我是倒一个公司咧食头路的，我的过去的经验是怎样的？迄拢是咱人生中间的一个记号。总是咱也无将迄个记号表现出来，那呢，伊对咱拢无意义伫咧。所以，甲咧即个记号，若咱将摩西的律法袂记，那呢对人的性命其实是无帮助的，互咱无法度会当明白顶头生的意义，颠倒会陷落伫迄个虚假的意念中间。保罗讲，即种才是咱生命中的即种石头，互咱滑倒的。所以，伫保罗的思想的中间，一个新创造的人，是对内心的改变做开始。咱人的内心改变了，咱会互人去看到，是一个新的生命。因为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有上帝所创造的形象。上帝的形象，就是咱来顺探伫上帝的旨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每一个人，咱拢领受对上帝下来的平安，咱拢领受对主耶稣基督来的疼，咱拢有信心的帮助的时阵，咱会当讲，咱伫信仰内面正做一家人。那呢，咱就是上帝的命令。正做咱生命的中心，互咱会当做伙同行，进入到上帝恩典的道路内面。伫即条无好行的路顶面，咱彼此扶持同行，咱嘛会共同去经历面对任何的平顺也是艰难。伫迄位牧师的文章的上尾。伊写了安尼讲，伊讲，伊相信一件代志，就是真侪生命的改变，毋是对疾病开始，是因为有人愿意陪你开始。生命的改变，毋是对论断开始，是对愿意去听开始。生命的改变，毋是对控制开始，是伫对帮助你重新站起来开始。所以有时咱想看卖，当一个人真正成长的时，其实毋是伊的人生拢无跋倒，嘛毋是当伊在跋倒的时阵，伊家己一个人伫遐，是因为伊跋倒的时阵，边仔有人愿意伸手家己救起来。所以，当咱的生命内面，咱有拄到即款的人，伊愿意陪你行一段路，愿意听你讲真侪心内的话，嘛愿意伫你偏离的时阵咧提醒你。其实，咱伫咱的生活中，咱毋通将即个人看做是运动的，其实迄是一个真深、真好的恩典。所以，咱来去想一件代志，伫咱信仰成熟的一个记号是甚物呢？当咱过去有遮个人咧陪伴咱，那呢有一天你变做迄款的人的时阵，那呢当有人跋倒的时阵，你毋是讲啊，伊跋倒啊，伊做了啥物无好啊，安怎？是你愿意陪伊行一段路。当别人失迷的时阵，你毋是去指责伊，是你要先听伊讲。当别人软弱的时阵，你毋是甲伊讲道理，你是要帮助伊重新站起来。我想，当咱会当行到迄天的时阵，咱会当成做即款的人的时阵，咱会当明白一件代志，就是真正陪人会当行真远的，
毋是一时的热情尔尔，会当陪人行真远的，是因为咱伫主的听内面彼此建造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真做上帝囝儿，当咱真做一位军队基督的人的时阵，其实咱伫咱的生活中、咱的工作、咱的职场，咱爱比遐还未认捌基督的人，爱搁较珍惜、搁较用心，将你的信仰表现伫你的生活、你的工作的内面，互人对你就看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价值甲工作的态度。所以，当咱要互人去感受咱是一位信耶稣基督的人的时阵，的确，咱爱有无共款的生命的态度甲价值观。咱才有法度互人明白，咱甲世间是无共款的。咱才有法度去甲别人讲，来信耶稣基督，你才会甲我共款，有即款的生活工作的态度。才有法度，互人伫上帝恩典的内面，成做一家人。加拉太书第6章16节安尼讲：愿所有遵照这个原则的人，甲一切上帝子民，拢同款得到平安甲怜悯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拢得到平安甲怜悯。所以，咱爱想，当咱若活出一个光，因为你毋知影，啥物人会照着你的光行出黑暗。请你保持你的善良良善，因为你毋知啥人会照着你的良善行出迄个绝望。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，因为你毋知伫当时啥人会照着你的信仰行出迄个迷茫的中间。请你嘛爱相信家己的力量，因为你毋知什么时阵有人会因为相信你，而且相信了家己。耶稣讲：“恁是世界的光，城造伫山顶，袂当隐藏；人点灯，袂当放伫斗下，是放伫灯台的顶面，就照光一厝内的人。”互咱成做一个照光别人、照光彼此的一家人，嘛，互更较侪人来因为你的光来看到上帝的恩典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我感谢你，你听阮世间的每一个人，你无愿意阮沉沦。陷落伫罪的罗网的内面，你予你的独生囝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道成肉体，为阮每一个人的罪钉伫十字架顶。主耶稣牺牲家己，伊成做光，光照了阮每一个人的生命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明白耶稣基督所带来疼甲恩典，嘛帮助阮。伫阮的厝内、阮的家庭、阮的工作，也是阮伫社会顶面，会当将你的疼，互人看见，然后互因成做伫上帝恩典的内面，互阮成做一家人，彼此三扶持，彼此三提醒，互你的恩典。继续伫这个社会广阔出去，愿主亲身看顾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即是咱搁做伙来吟诗，圣诗第572首。
心目主坚固，572首心目主坚固，心目主坚固，就是赎罪耶稣，救主上帝。求你听我祈祷，罪恶洗清到无，互我专心倚靠，归上帝。请咱做伙起立来念。心目主坚固，就是赎罪耶稣，救主上帝。求你听我祈祷，罪恶洗清到无，我专心倚靠归上帝。当我心心软正，是允予我勇行，在我心间，你有替我受死，我愿深深听你，一生顺全是只那会陪伴。我行黑暗的路，烦恼到底脚步，求主引带。黑暗变做褪光，有问甲我担当，免我的主人无他遗忘。大西那望不落，寒冷黑暗时候，无顾阴光，求主彼时无味，无顾惊遐焦急，灵魂受伤就天甲主应大。阿门。请坐，这时咱做伙来奉献。当咱来到上帝面前，谦卑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咱会算效上帝所赏赐的一切时，咱就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，对内心来备办奉献，求上帝来感纳咱所献的时间、金钱甲心智。假使咱还阁无了解奉献的意义，咱就用祈祷来代替。
请坐。报告，伫报告内先，咱先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读2摆。请，无得家己错误，上帝袂武万敌，因为人所野的是甚物，伊也要受迄号。加勒太书6章7节。无得家己错误，上帝袂武万敌，因为人所野的是甚物，伊也要受迄号。加勒太书6章7节。咱来看下周的圣工分担。第几礼拜领唱是敬称圣乐。第几礼拜领唱的主日是何铁文。主礼是道一乐，主琴是杨如玉，献诗是双副团契，主献是潘秀丽甲歌乐家，招待是潘秀丽甲陈淑锦，音控是陈幼珍甲陈建华。咱的集首的执事是潘秀丽，搁来咱的华语礼拜下主日的司琴是潘秀丽，主献甲招待拢是郭金敦甲陈淑锦。搁有咱下周的伫我的长老是黄文宏长老，搁有咱的顶周的出席甲咱的奉献，请咱家己看。若是有出入，再咱的会计来见证。搁咱下周的聚会内容：拜三财经祈祷会第8次出世入生，经文是约翰福音11章第1节到45节。咱是线顶的聚会，聚会是张经元执事，主理是赖文如长老。下周的主日经文是诗篇124篇，第8是帮赞，遐个深免来有理。主理是咱理学传道书，请咱会当伫厝内底先来读，先来备班。过来，咱来掀开咱的报告，消息的报告，伫咱的周报的第6页。第一个礼拜定伫4月26，要拜访乐山教育院，报名费是500块。若是有要参加的，则到1楼来填写报名单，嘛会当5块款成长老甲林中和执事来缴费。报名截止的时间是4月初5。咱的行程已经有刊伫咱的周报第8面，内底有迄个卡祖蹦米芳的观光工厂乐团。甲13桌的博物馆的聚会的项目，甲遐个聚会内底会当免费的身份，请咱会当来看公布栏。搁来第2点，大财节期读经的马拉松，本周主题是团契日，先即个来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来默想约翰福音13章34节甲35节。耶稣基督除了奴仆的形象，谦卑服侍。伊实现疼的行动，带来彼此相疼的新命令，互咱会当透过默想经文来学习用疼来彼此服侍。主日礼拜结束了后，敬请兄弟姊妹会当刷步到咱的中庭的补给站，参与“家庭以前我愿意”安尼活动，而且来完成你的手册集章。过来第3点，教育团契组的通知，本主日。教育团契组要伫1楼大会议室要来召开会议，请组员留步甲参加。第4点，敬拜赞美团的通知，本主日2点伫咧木沙馆要举行敬拜团队交通的工作坊。过来第5点，财务组的通知，3月29日12点半要伫1楼的大会议室举行2026年财务动工的训练，请各个团契。圣乐队、敬拜团、主日学，到咱社区的据点的财务动工来出席参加。搁咱的第6点，儿童主日学的报告，主要伫咧3月29、11点到12点半，伫咱的旧堂要举行家长的座谈会，甲家长做伙来交流，交通讲要安怎伫咧本节的世代来教育咱的囡仔，行遐个应该行的路。敬请咱主日学的家长会当保留时间来参加。搁咱的第7点，2026年东山区教会上来日的联合礼拜，主办是民权长老教会，时间是4月初3，就是拜5的暗时8点。
要使用本会二楼举行受难日的联合圣餐礼拜，其他有侪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。第8点4月19，台语堂的献诗，邀请大家会当用家庭也是亲戚朋友来做单位，咱也参与咱的礼拜献诗，共迎主恩。咱的要唱的歌会当家己拣，有意爱的请到1楼办公室的柜台来登记。过来，咱的儿童主日即礼拜要讲的是雅各哥哥吼。所以咱会当想看觅，咱做伙甲咱的囡仔会当伫咱的家庭这段内底，甲因做伙来讨论即个雅各即个文道。搁咱第9点，经商会甲图书馆基金甲30年的建物的设备的大收基金的收支，咱记伫咱的第9页，则请咱来看。若是有出入，还是有意见的，会当咱的会计还是财务来提出。以上，搁来咱来介绍今仔日来的新朋友，毋知有第一届来的无吼？咱其他的上帝当搁刷接来引带侪侪人来到咱的中间，甲咱参加做伙。好，搁来咱来行咱今仔日的平安礼，咱拢诚做一个人。咱人将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子。咱拢将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将做上帝子民。因为耶稣将做神，因为耶稣立革命。因为耶稣，咱有过我的人生，欢喜君手主我命，欢喜家人地主听。因为耶稣丰富产业主属定。现在，咱过来唱圣心歹势，咱请咱有关徛地，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93首。俄勒全能稳定主宰，咱吟圣诗煞，咱请科牧师来祝祷。俄勒全能稳定主宰，万众称呼。感谢跪拜，白镜圣事，公义忍耐，尊严颂赞，地甲万世。咱
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之地，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麦倒。礼拜即时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